风景亲像大海的风景，有时冷，有时冷，心爱容易了相信。人生的环境，不是上天来注定，大怨天无由人，命顺命歹拢搁自己。一脚步一脚印，真心打拼无怨尤。真想倒开手行，我是世界第一等。是缘分是注定，唔通怀疑来修行。唔惊风，唔惊冷，你是上边的好孩儿。短短的光阴，人生受倒好时机，救命你无了时。千金难买好人生。风景亲像大海的风景，有时冷，有时甜，心爱着你就相信。人生的环境，不是上天来注定，大怨天无我有人，命顺命歹拢搁自己。是咱的真正的生甲咱的死啊，咱来生活的头前，咱若真正有勇气，甲时间想要甲做，上天一定拢会看好咱。不管是咱要来庇护、在乎，还是咱的勇气，一定拢会来。只要提出咱的真正信心。一脚印，真心打拼无怨尤，真想倒开手行，我是世界第一等。是缘分是注定，唔通怀疑来修行，唔惊风，唔惊冷，你是上天的好孩儿。一脚步，一脚印，真心打拼无怨尤，真想倒开手行，我是世界第一等。是缘分是注定，唔通怀疑来修行，唔惊风，唔惊冷，你是上天的好孩儿。短短的光阴，人生受倒好时机，救命你无了时，千金难买好人生。掌声，谢谢。感谢这个。咱师傅嘛来讲哦，一步一脚印，你进卡我唱会，声音拢是有大家的缭绕。再一次掌声给他，谢谢。好来，咱今仔嘛是照常吼，要甲咱各位先生来报告吼。咱来迄个就甲咱讲咱是用的有总共啦吼，我们有这个42章经感一共，我们修行总共有12个困难吼。这个困难吼，咱嘛是要来甲咱各位先生20个困难内面，咱今仔要讲的叫做生殖治难，甲忍摄忍欲难。各位浅显，透早，这拢无串联好啦吼，但是点完师傅不必多甲咱讲人生3大关卡。各位浅显，热敢是一个关卡？是。流汗是一个关卡，寒敢是一个关卡？是。啊，热敢会挡袂了？会挡袂了。啊，寒敢会挡袂了？啊，安尼咱要怎修炼？咱打寒甲热，咱就挡袂了安尼。各位浅显敢有想过？啊，这拢现实的呢。好学嘛是安尼呢，毋是浅显的，是安尼。好学寒热，好学就挡袂了。所以好学一开始就来讲，咱分享今仔点传师的这个题目是很有智慧的，要甲咱点醒一寡重点是安怎爱戒食、爱戒豆、爱戒甜。为什么啊？为什么爱戒这物件？其实你若明理，则拢免戒。就咱像你有目睭，你会当选择目睭看好的，甲看歹的，敢是？你有即个身躯，你会当用即个身躯去
做好诶，搁安怎？去做歹，啊啥人咧选？嘛是家己啊。啊相对诶哦，当你感觉足烦诶时阵，你敢会当选择莫烦？这时阵大家就较无啥讲会出来吼。我烦诶时阵敢足烦。我想要甲骂诶时阵，我诶嘴就会吐出来，有无？我搁要甲揪伊去，敢足困难。敢是？这叫啥？这拢是咱诶迄个用心呐、俚语啦吼。伊敢就是啥？伊可能较细字啦吼。即个欲啊，咱讲即个欲真难。啊，即个真难是安怎？因为咱过去要讲诶，要生伫即个佛出世，敢有遐简单？要生伫佛出世，敢有遮简单？可浅显，咱可能爱知影一个部分吼。咱总共，咱今仔会当为咱诶迄个弥勒祖师诶下底，咱遮有东、西、南、北，但是，遮拢有各自哦，各自诶弥勒佛诶，各自诶咱讲诶各自净土啦。遮拢有一个净土。啊，咱即摆生伫弥勒净土，叫做南山福州是弥勒佛上天诶。啊，搁另外一间叫做琉璃佛，敢有听过？琉璃佛遐有伊的师傅嘛，伊有伊家己的净土。啊，搁有一个叫做阿弥陀佛西方净土，敢有听过？啊，搁有另外一个敢知影？叫做阿布处佛。阿布处佛，迄是另外，所以东南西北方咱拢有遮的佛。啊，是安怎咱今仔会当对着弥勒佛？你敢知影若要对着阿布处佛是不是足困难的呢？各位先生，你敢知影有偌困难？你爱是个头陀形，啥物叫头陀形？就是我啥物拢会干，但是我就是安尼行。比如讲，我头路等拢莫干，啊，我就甲收起，规身躯拢毛，头毛低调的安尼。啊，无就巴肚枵甲安尼伸甲喙一支开，咱感觉较会运动即种人，无食无困，拢徛来，创啥拢徛来，困嘛徛来，敢有看过？你若去看迄印度修行有很多这一种，叫头陀头壳即个头，阿佛陀的头陀是，因为修的迄个苦吼，过程是你敢会堪的？咱一个安尼你去歹去啊，你着热甲安怎？吼，有够安怎？迄个有够，甲迄个热，敢是家己加强的，敢是？搁浅浅，敢有感觉？你可以感受迄个非常热是自己感受的，还是你觉得旁边的人你觉得非常热？自己感受对不对？啊，咱是毋是拢会去遐选择讲，我的想法甲别人的想法是同款的，我想的就是全部。各位浅浅，你想的就是全部吗？我们现在都会。因为佛光普照嘛，佛光普照，各位浅浅听有吼，有讲好照，拢会起无面。你真侪而且因的绝对拢是善知识，绝对拢是善言善语，袂使共骂啊。我想的嘛，无代表全部啦，但是若一旦出即个有逐个问起甲厝的，你若毋听我的，我就要甲你安怎？无你包互我款款的出去。你回到了家，你会不会还有这样子的光明，这么普照的灵犀？然后你不会有那么多的情绪翻腾。比如讲，小天使，你那我就勾居了。我今天第2堂课老开青少年班第2堂课，好多小朋友哦，然后讲师在上面，讲课下面的小孩在那边，都写起来刚飘。啊，你跟那凯宾馆你安怎？因为刚刚讲的佛光普照，所以安怎不会怎样，没有关系，小孩子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今仔哪里出来？没看。就开始迄个，另外一种的情绪，另外一种的你心内缘有的迄种类似的负面能量，到底是讲着正面能量甲负面能量，可以浅浅。你伫厝，你无看到，无来甲运动。所以你拢会感受到这种正面能量，你那个累世的无名会不会跑出来？会哦。啊，为什么升值佛事难？各位浅显，想要修行是无遐简单的，想要修行是无遐简单。咱即摆是真正做英雄，人讲的拄仔好像乌龟伫千年伫个海内面安尼，秃头安尼，拄仔去秃着一支
伫木头中拄啊一空安尼拄啊吐出去，迄种的机会几率悬啊低，但是去互咱吐着呢，好浅浅你吐着呢，你即摆就是伫迄个苦海当中吐头吐着讲，哦，我只要吐着即个浮木，我就会当上花上西天，咱就会当去甲弥勒祖师的弥勒净土交伊做伙，够有殊胜，够有宝贵。倒是足殊胜啊，足宝贵哦。但是咧，倒去到厝，你敢佫会感觉宝贵？哈？会代表你的自信，你中即拍功顶就用完。咱求道，咱众人拢求道啊吼，敢有袂求道的？咱中有一拍功顶，敢知？咱先看眼看头灯，中间母灯，就是这个母灯，就是我们自信一拍有功顶。咱爱常常互伊倒，啊，要咱常常互伊倒，咱爱常常三宝爱用。像要骂人的时阵，迄个舌要吐出来有无？舌要骂人的时阵，你就紧喙敢若，迄个门紧甲关起来，啊微微啊笑，迄个舌就会去舌搭天桥，你迄个舌尖是会去交你的三个搭在一起。这就是咱三宝第一宝的舌搭天桥，来搭起来。然后内心要默念五字真经，经两三四五，今仔无办道啦吼，所以今天不可以讲。经两三四五，咱大家若办道，拢会甲大家搁分享一次，教袂记的，有哦，教袂记的。安尼若后一道吼，若搁有人来，咱来求道的时阵，要回来佛堂再复习，因为这是让你怎样消灾解厄。消灾解厄，你去佛堂，你去迄人咧寺的庙咧用收惊咧用亮亮亮咧过有无？你来佛堂，你毋免用亮，你嘛免开钱，你坐伫遮就会当过佛堂。麻烦各位请。